主后2022年9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义人的祈祷。圣经雅各书第5章12节到20节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上重要的事就是，毋通记天地，也是甚物物件就抓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安尼，恁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祈祷。恁中间有欢喜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唱称赞的诗歌。恁中间有破病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请教会的长老替伊祈祷，奉做名甲伊抹油。有信心的祈祷会救病人，主会互伊搁好起来，伊所犯的罪嘛会得到赦免。所以，恁着互相认罪，三体祈祷，通互恁得到医好。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。以利亚甲咱平平是人，伊迫切祈祷讲毋通落雨，果然有3年半。地上无落雨，伊阁祈祷天果然落大雨，土地就生产五谷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恁中间若有人偏离真理，有人阁甲伊带倒转来，恁着知，互失迷的倒转来，迄人会救罪人的灵魂脱离死亡，互伊真济的罪过得到遮看。义人的祈祷，伫群体中发生冲突是真世常的代志。若安尼，伫冲突中上互人感觉害怕的是甚物？有人讲是其中一边离开，毋过冲突犹未解决；有人讲是两边的看法拢无毋对，只是彼此意见无共，真好断定冲突点。对你来讲，甚物是伫群体中上歹拍的冲突的？有一对好朋友，伫职场是伙伴，伫教会是同工，因的年岁差不多，条件也类似，对人事物却看法大大无共。有一天，因甲团队拄咧讨论一件代志。这对朋友其中一位认为，目前上需要的是建造处事，设定共同目标，才开始执行。另外一位讲，团体上重要的是感觉，互人好的气氛感受，也过爱做到甚物程度。两人对执行顺序的意见无共，彼此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团队受到影响，无法度做出结论。后来经过几摆讨论，双方的冲突哪来哪激烈，最后竟然演变做“若毋是你走，就是我走”的局面。冲突过后，转去厝呢，自我意识还悬涨的两个人。一个是气甲困袂去，另外一个是叫做无代无志，哪亲像这件代志已经结束，心内煞咧扮演小剧场。落尾到上艰难的时间，就是要困以前彼此代祷。偏偏这个月两个人约定祈祷的主题是讲一件家己需要悔改的事。一个心内想讲，我今仔讲的都无毋对，应该悔改是对方。另外一个感觉，我要为着伤害我的人祈祷，求上帝改变伊的心。祈祷一开始，一个承认上帝讲，伊对代志的想法，是因为过去的软弱失败，所以希望透过建造处事，互团体形成共识。伊为家己的受气和代志还未解决，向上帝认罪。另外一个祈祷讲，
伊对即件代志充满无确定感，直到伊敢若想要顺其自然，以免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两人伫基督中哪讲哪坐，哪讲也哪明白对方的处境，和彼此的欠缺甲顾虑。伫基督中，两人的内心也不断核对所认捌的真理甲家己的言行，直到结束，两人互相认错，重新和好。雅各书第5章16节指出，所以恁着互相认罪，三体祈祷，通互恁得到医好。义人会祈祷大功效，彼此代祷是真难得、无容易的代志，因为爱伫上帝和别人的面前袒露真实的想法，并无简单。彼此认罪是难能可贵的，因为罪恶的代价伤大，人无法度靠家己承担。雅各书提醒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祈祷。恁中间有欢喜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唱称赞的诗歌。恁中间有破病的人无？若有，伊着请教会的长老替伊祈祷，奉主的名甲伊抹油。因为上帝的主爱、耶稣基督的救赎、圣神的保守看顾，会帮助人伫基督中追求上帝的心意，互苦难者得透放，互冲突者会通和好，互病痛的人得到医治。你毋茫诚做合上帝心意的人无？安尼就着找一个属灵同伴做伙祈祷。默想，我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是无？我渴望的祈祷和生活有甚物关联？我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是无？我渴望的祈祷和生活有甚物关联？做伙来祈祷，求主指示我着行的路，赐我勇气行伫正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